1995年底，元僑中同埋17中嘅6位同學喺翡翠酒樓商議策劃成立美加廣州同學會，吸收嚟自廣州嘅老師同埋同學，並推舉陳潔民為召集人。喺佢哋嘅倡議下，共有66位同學報名及捐資，組成臨時籌委。仲喺96年嘅3月，正式成立咗籌委會，選擇咗有羊角特徵嘅圖案為我哋同學會嘅會徽。96年11月9號，盛大嘅成立大會響三藩市美麗華大酒樓舉行，出席嘅人數遠遠超過人們嘅想象。聞訊趕到，即時參加，並領取咗第1期嘅會刊。2012年7月，日本右翼勢力上演咗將釣魚島國有化嘅鬧劇，激起咗全球華人嘅憤慨。同學會與其他社區團體響華埠花園角高舉橫額，身穿黃衫，用實際嘅行動表達捍衛祖國神聖領土嘅決心。97年嘅8月，響三藩市聯合廣場，
同學會參加及聲援被警方射殺嘅華裔工程師高冠仲。高冠仲嘅遺孀亦都出席咗呢一次嘅集會。最終，警方付出咗100萬美元賠償俾高家。